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4生6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风气天神肚脐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唯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官，永脱苦海。母自垂武，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似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好灾。上超祖，下引孙，全凭师力，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10诫第7诫，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素拜真师反饶西，2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前卫严谨，素拜公常早归根，4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5点孔老夫子雄神之化之其旨，定静安律见本源古人云白藕青叶红莲花。3角原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庆礼，得了窍妙，回老家务有本末，是有终始之所先后，则尽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耽误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
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蹄。百。曰：何其欲？下邪？曰：在瓦辟。曰：何其欲？肾邪？曰：在屎逆。东郭子不应。庄子曰：不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火之问于坚是履兮也，内下欲况。汝为莫比，无乎陶物。指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三者，一名同时，其之义也。庄子之北有第22老母娘的心声。13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黄母训子失戒，一戒亦当初天未分，混沌未探妙明，明无人或空，空一团96亿元佛子，天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生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画彩，凤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侠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将玉一穿的是登云鞋，仙衣仙山。老母娘的心声。2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静静而精通，万法万类根源，自从那教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干，万八在气数定天始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坛，不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湖海山川，至凝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干。
老母娘的心声。三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一本散万殊哉，自无入九其奥妙是神天地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纳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间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铁九三山托红醉了菩萨佛难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一邪收为礼，天众佛自救心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一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四为娘我悲痛泪缘子呼唤耳众等宿东灯莫要在脸，如若是先一邪教与尔等耳那个亦不肯再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国子，可引心全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开母言答，三其末大开普度清烧书清寂信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以于叹子归，需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末节时期把握经现效圣法贤，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不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环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辖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弦，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
或谈情消遣。礼天之敬不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液，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液，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实洲际东海有山，名古所山，上有大桃树，盘曲3000里，曰蟠木。故帝内传7月7日，西王母将以仙桃4颗与帝，帝时折收其颗，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终下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净净而因空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相遇。此地至虚至静，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干一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母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10800年。一元共持29600年，七佛治世，3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6000年，北方生玉佛
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3720年西方有长庚佛7080年即10800年辰会西北方空补佛5284年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即10800年自会东北方祭天佛5800年伏羲是代理佛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然灯补佛清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弘扬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杨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代指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替第10800年地完全智慧会数景智是圆满母会圆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会众回混沌清气升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降名为地湖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布满着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湖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
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合照会阴阳合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辟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寅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叠相交替，阴阳阴晕而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及静态及动黄及坤干，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e://LCC_LCC_2/ 意图象极，生化5万点。JPG 天既成地既立，万物其北东土里，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其北。这就是象天，亦称娑婆世界、堪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世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焉，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桀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9六子妻降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9六元胎佛子，以其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番，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援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下血酒三山托红，醉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
娘只好造下铁酒，在三山坡红醉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圆胎佛子，设一个大仙池起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鞋，可在那边众佛子就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仙衣仙鞋。为娘我悲痛泪源子呼唤尔众等速东奔，莫要再敛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圆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舒适自在。如若是仙衣鞋交与尔等尔那个亦不肯再是临凡老母娘，若把仙衣仙鞋交给圆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
的树枝和树叶遮盘地灵，饿了吃松果子和饮清泉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果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吊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大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三期末大开普度清烧书清寂信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大开普度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胎佛子，告一回家之路。家相信书皇母训子师戒以及千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心由以悲生大放为母，我写和不语。皇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缘胎佛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和给众缘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和皆是凭证。
自此，我原佛子东土而分至世界为男女在地人焉。从此，黄母之原开佛子便向东土分时而去，点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李白不风师名利图煎熬，安的咸鱼不。至今时须只算6万年，在每想而在世苦母心难安。自三山托一别到现在，须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自寅会生人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6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黄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6万多年。时下运也至为母降道差三佛半末后普度收圆，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原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三佛半里末后译着的普度收圆。三佛燃灯不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
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不依人修道，任指真一人一出错，一理是良心，二行公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杰。顿而的敦厚善良造就的完美圆满而的光明坦荡照耀的灵明清虚而的柔和宁静凝聚的慈悲感应而的知足感恩建立的欢乐喜乐而的无私无过回应的无边无量而的屹立不摇弃入的永垂不休北尊与分身关系 On call. 将即时朗读文及将文稿转即时朗读文稿热键 Control H. 即时结论儿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回应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弃入母的永垂不休